你好，欢迎光临，你们几位？2位。请这边来。这是菜单。你要是什么？我要吃猪肉和蔬菜。你呢？我想吃牛肉和蘑菇。那我们要猪肉、牛肉、蔬菜和蘑菇。好的。要什么锅底？锅底都有什么呢？清汤、麻辣、蘑菇汤和番茄汤。那清汤和麻辣吧。麻辣是微辣、中辣和特辣。特辣。好的，要什么饮料吗？我要矿泉水。我要可乐。好的，要冰块吗？要。好的。这是你们的冰块，这是你们的可乐和矿泉水。谢谢。买单。这边请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是55万。这是钱，收您60万，找您5万。谢谢。这是送你们的。谢谢。谢谢，欢迎光临，下次光临。拜拜。拜拜。